斯克里亚宾幻想曲 OP28 是标志其风格转型的关键钢琴作品。这部单乐章奏鸣曲融合了浪漫主义抒情与先锋和声，以戏剧性的主题对比和复杂的真和弦、数九和弦运用著称。作品既延续肖邦传统，又预示了作曲家后期神秘主义风格，展现了从激烈到冥想的丰富音色层次，堪称俄罗斯钢琴文献中的里程碑之作。